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还有我们的常住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我跟各位大家介绍这一张墨宝，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人一定要懂得因果。佛陀讲经49年，无非就是因果2个字。你种的因得的果报，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不能交换。因果是平等的，因果没办法逃避，所以佛才讲万法皆空，但是因果不空啊。所以如果你懂得因果，懂得因果有什么好处啊？太重要了，可以让我们勇于去面对挫败。你遭遇到失败，遭遇到可能不是你想象那么完美的时候，各位，因为你知道因果。什么叫因果？我们一定前世的因如果是完美的，你这一辈子的果报就非常的成功啦、顺利啦、圆满啦。这个就是你懂得因果。如果这一辈子当中所出现的是一种佛逆的，不是顺心顺意的，可能你很多挑战，很多不是那么圆满的时候，各位你就知道我前世的因才有这一辈子的果报。如果没有前世因，哪里有现在的果呢？所以因果让你了解如果说我做很顺利我前世积的善还有遗存轮下来的很好的福德果报，所以我就很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大家家庭都很和乐，做事情很顺心顺意。好，各位，这就是因果。你种的因是善的因，所以你的果报自然出现的就是美满的，是圆满的。你懂因果，就让你遭遇到挑战的时候，遭遇到失败的时候，遭遇到困难重重的时候，你能够勇于去面对它，你不会逃避，不会埋怨，不会心里愤怒、怨天怨地，不会。为什么？你了解这个道理，能明白因缘。什么叫因缘啊？你种的因如果很深，种得很重，种得很广，种得很好，那么你这一辈子的缘，如果时间一到，它自然出现在你身上，就是一切吉祥的，一切都无灾无难的。如果你的因是很浅薄的，可能是不好的因，那你缘来的时候自然就一败涂地。所以各位，万法都是因缘所生，缘如果到，它才会出现；缘如果灭的时候，它自然就分开。这个有因缘的，所以你知道有因缘嘛，你就不贪、不争、不求，不会去过度的去贪求任何东西。该你的自然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呢，你强求得不来。所以各位，我们体会到因缘，了解到因缘，那可以让我们活得很欢喜自在。我们一切都不埋怨，一切也不会比较，不会跟人起冲突。我们要种这个善的因缘，一旦成熟，果报绝对是好的，就是善良的，是圆满的，是顺利的，绝对都是成功的。所以各位，这几句话很简单，但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却是非常的重要。懂得这个观念，懂得这个知见，那么你往后的日子，你自然能够宏雄化吉。各位听明白没有？明白，听明白，好，非常好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